田冇跑車。哇，唔係啊，豐田幾年前唔係出咗部86咩？不過都唔怪得有車迷會咁諗嘅，事關叱咤一時嘅豐田 Super、MR2、斯力架，仲有啲飛得下嘅 Chaser、Altiza，冚唪唥停咗產10幾年，而家得翻86同 RX 支撐大局，個勢又真係弱咗啲嘅。86嘅入門級 FR 跑車配方能夠鹹魚翻生，同大家仲好掛住80年代豐田廉價跑車仔 AE86 有好大關係。再加上漫畫頭文字 D， 令好多人都想試下變身做藤原拓海嘅感覺會係點。過去嗰10幾年都好多人做過或者仲做緊 AE86 嘅車主，講真正嘅頭文字 D86，可能要問叮當借到時空門入翻去動漫世界先揾得到啦。而家喺日本街道見到嘅頭文字 D AE86，少數係屬於早期配黑白兔通車身嘅最高級別 GT Apex 版本，其餘大多數都係參照拓海部車去模仿改造。不過模仿還模仿，拓海所揸嘅 Sprinter Tuono AE86 係屬於前期型嘅。聽唔明唔緊要，同你睇翻 AE86 嘅歷史。1983年5月，豐田推出轉用前驅佈局嘅 Corolla 同 Sprinter 呢對姊妹車系，但啲轎把版即係 Navin 同 Tuono 仍然保留後驅佈局。Navin 同 Tuono 最大分別係 Tuono 採用跳燈設計。引擎方面，兩款車都可以配由當時 Yamaha 全新開發編號 4AGU 嘅130匹 1.6 公升直四雙頂凸輪軸16活反引擎。由於後懸掛採用非獨立嘅4連杆佈局，車身後半部嘅貼地同穩定性只係普普通通。不過呢種配搭再加上 lock to lock 只係3圈嘅快帶設計，造就咗佢先天容易甩尾嘅特性。唔知係咪因為咁，俾頭文字 D 作者松野秀一睇中咗啦。今次呢部1987年嘅 AE86 車主 Ricky 原來買咗部車只係幾個月啫。佢話咁多年嚟都係揸棍波車，包括本田 Civic 同豐田 Altiza， 揾咗 AE86 放盤已經有一段長時間，最近先喺本地揾到呢部嚟咗香港好多年嘅日本版。佢話買 AE86 好大程度受頭文字 D 動漫影響，不過實在啲好中意成部車嘅外形，夠經典，尤其係跳燈呢種 design， 基於保護行人安全法例，相信以後都冇可能再喺新車見到啦。佢話好 like AE86 嘅駕駛感，原始又直接。問佢中唔中意最新嘅86，佢笑笑口話唔啦。Ricky 叫我哋試下坐入車廂，打開車門，上落位好闊，車廂空間算大。可惜嘅係因為後座冇3點式安全帶，而家只可以坐2個人。揭背尾門攞嘢好方便，行李艙算大，有晒豐田跑車型得嚟不忘實用性嘅優點。Man 級嘅同事多年嚟試揸過多部 AE86， 有啲配元祖 4AGE 引擎，有啲就喺部車嚟香港之前已經改裝咗20活反嘅美奇 4AGE 機器。呢款停產接近30年嘅車，揸起仲好緊湊。雖然引擎馬力唔算大，喺燈位 idling 又或者着車嗰陣都幾大陣電油味，但部車輕得940公斤，起步仲算幾爽。引擎聲粗得嚟又好有性格，呢幾項咁獨特元素形成嘅化學反應，令你即使揸得唔算快，喺視覺、聽覺、嗅覺都好有新鮮感同震撼力。最正嘅係 driving position 同成個駕駛艙嘅人體工學設計水平都好高 ，clutch 位、波箱閘位都好清晰，就算你啱啱接觸 AE86 都可以好快上手。大膽啲講，就算頭文字 D 冇出現過 ，AE86 都肯定會係日本車壇嘅經典。